甲乒乓公司计只暗暝的哦，伫摕我过来邀请大家讲，下礼拜六爱去我去客栈无？哦，嘿哦，不过我爱看一下我个行程诶，我记得下拜六我有事情诶。哦，我要当初爱去我去客栈啊，不过呢，我下拜六我去参加吃行茶比赛，可能无办法去。嘿哦，很厉害呢，做公顺序安全完成比赛哦。潘子说啦，我练当久咧，我当希望哦比赛做得夹夹来。诶，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个行程啊，我下拜六老朋友爱去骑马诶，姑说无办法老暗暝诶叫他去客栈呢。骑马诶，我毋是参加过爱用个法通咧，会当危险无嘛？我知道唔会当危险啊，当神奇又好搞哦。我个朋友啊，根本无吃过，姑说我会推荐去吃看奶。诶，骑马诶，你迄马机会好个啊哈？骑马诶，迄毋迄爱冲人，都爱天使风看到做爱用个衫裤啊，你爱使用去甲个衫等一裤无？下啦，讲较慢地位啦，爱用啊，我毋是爱对哪一只部分开始讲诶。好啦，你迄几时开始骑马诶个？其实啊，我伫国中诶时阵啊，个兴趣迄走上脚哦。不过呢，后来啊，个公司呢就大做风潮，要去运通坪运通，记到运通坪诶东西站，我就会留记到运通园乡下大最久，拄好就认识到要骑马诶个朋友咯。按拄好。嘿啊，就喺啲按神奇嘅机会下认识到骑马哦。其实啊，骑马真嘅系唔系个动作看到嘅运动，故说呢，我哋花喺动作嘅时间去练习，好改猜有我嘅好朋友教我，我真做咧，客家就会练习起来哟。会啦，我知道骑马诶无按好好啦，真紧都是有朋友乡下好。系啊，有机会嘅话，下一班你咪做同我乡下去骑马呀？就像人家讲诶，好嘅兴趣呢，爱互相来分享，真会好搞啊！各位，我咪当初陪大家多多认识骑马也在运动哦。我要当有兴趣啊，不过呢，次行茶比赛过后哦，我要去练球水，因为今年热天呢，我老朋友约好咧，我去乡下练谈球水。真劲哦！那系球水嘅话，我咪做听书人看一下，冇听错会进步哦。我唔顶会晓得球水呢。我通讲细妹的吼，亲像都强势，又唔甘使日头，然后其他细妹的无强样哦。系啊。很强呢。老实讲啊，其实我太好嘅时阵，有靠到嘅球水教练嘅执照呢。我知道啊，球水老骑马嘅无马强样，球水迄较是要练习嘅，唔讲诶两种来都当中意哦。嘿啦，冇错。我冇想到，两三兴趣按相同，我真想要夹夹人去乡下去球水，还有骑马的呢。好啊好啊，有机会我咪当上好骑次行菜呢，因为啊，我知道我嘅骑次行菜嘅速度啊太慢咧，我想要抢讲啊，骑次行菜做会较假啲位，有乜嘅空隙无啊？好啊，你撒撒家来约下时间，互相来讨论呀。大家看睇哦，就知道骑马诶，无按改呢，真嘅系一般人较少去接触到嘅法通，我只讲嘅系当少去骑马诶，较接上去嘅，唔系一整嘅马，系天马，按到次行茶啦。骑定次行茶，去我杯安尼骑过去嘅凉凉嘅风，才过来嘅时间，就知道烦恼全部被风带走去咧，不管係熱天時，亦係寒天時節，都係捱當下嘅一種法通。唔過啊，家堂睇佢哋講，捱咩知道，做得去試看呢，來去體驗一下水稻度嘅法通，來看一下水下要發生哪條事情，去咪水，去鹹水，呢度呢下真件當風嘅法通哦。唔過，去試看下之前，幫你鄉下來練習一下戶外法通嘅詞彙，用客話來抽定朋友鄉下出去了，來看一下有哪條嘅詞彙哦。第一集我教大家就係翻譯講嘅爬山，客話用版型講嘅就係揭山，來睇下南西煙嘅講法。白山。你叫下來看一下佢地背度搞到講到嘅詞彙，還有幾個係乜嘅？佢講禮拜六、星期六一起去爬山，客話樣板型講咧。拜六
乡下去客山，拜六乡下去客山。来听一下南西烟运用版形讲。拜六鄉下去北山，拜六鄉下去北山。好，下杯。其實抓下全世界當年就有當出名嘅一種比賽，甚至連台灣台山縣黨行當年就會舉辦一種比賽哦，嘅運動比賽，很多嘛嘅單車、自行車賽，比如講環法賽、環台賽，真經當出名嘅單車、自行車合法樣板形講嘅吃行茶，各位拜哦。吃行茶，来看一下有个记憶係乜嘅？我这个星期六要去参加單車比賽，我也拜六要去參加吃行茶比賽，我也拜六要去參加吃行茶比賽。真經當強呢，雖然講愛當好去吃行茶，當好煎吃行茶，不過真經很愛去比賽，我真經很唔甘呢。下尾來看一下，佢一開始講到嘅興趣係乜嘅？騎馬哦，真經當難哦，騎馬嘅客方用牌形講咧，騎馬嘅，來看一下下尾嘅記憶係乜嘅？我這個星期六和朋友要去騎馬，合法係我也拜六老朋友要去騎馬嘅，我也拜六老朋友要去騎馬嘅，我記得有兩句話較長，所以咧我天天咧慢慢嚟念哦。好，來睇一下南西煙強運用版形講咧，我也禮拜同朋友要去騎馬嘅。我也禮拜同朋友要去騎馬嘅。我xác定哦，兩個詞彙係根本嘅主題。我的興趣合法我用版形講就係興趣。來看一下佢嘅記憶。賽跑有運動當然呢，係很喜歡在學校裡面喺啲運動場間下、操場間下會賽跑。兩三人比賽，乜人走下腳，安尼客方用牌形講，走上腳，腳就係追逐的意思嘛，想走又想腳，就係走上腳，就表示係賽跑，比賽跑步嘛。下邊佢講，國中時的興趣是賽跑，國中時節嘅興趣係走上腳，國中時節嘅興趣係走上腳。不過呢篇要做啲補充一個客話，俾大家參考一下，就係講興趣除了做啲講興趣以外，唔係做啲講興頭，對乜嘅東西知道當有興頭，嘛做啲分享俾大家來參考一下咯。好，下邊我分享兩個詞彙，我相信當人都會做兩個運動，行過做來當好。唔過我設計當唔會兩種運動，因為我當江水係乜嘅運動咧？就係游泳。游泳嘅客話按到潮水。來睇下南西煙係用版形講。潮水嘅。好，下邊來學下兩個記憶係哪記咧？我要去練習游泳，我要去練潮水。來睇下南西煙嘅講法。我要去練潮水嘅。大家假使有聽過陳韻濤阿濤歌嘅歌曲，就第佢有一句歌詞係講：細人嘅愛學潮水，大嘅真唔愛江水。真嘅愛細漢時節就無嘛該會潮水，故所到大嘅就當江水。真嘅倆下去到嘅河壩船家下就會散到離，
散到哩哩暗的吼，唔会冻僵嘅，会跌到水掉度。唔过咧，真嘅去福岛秋水那个技巧过后，很快就做得抽定朋友向下来去运动，加下係看到嘅户外嘅天氣、户外嘅發通。唔過大家都想到一件事情，假使天時唔好，無陰天啊，會落雨安尼嘅情況，讓假實當到嘅戶外運動，比將個愛去戶外去搞嘅籃球誒，可能啲戶外嘅球場就做唔得去咧。唔過其實當到度嘅發通咩當神氣，知道做得來向下來去哦，像我最近啊，就知道係我朋友佢講哦，佢當好哦，自家來做東西，你講自家來做自家嘅拍鏈，做自家嘅書法，做自家嘅金子呢種嘅東西，當然都做到金娜娜嘅真好看，我咩知道按你咩當好呢？睇班嘅我咩動腦講。落雨天吼，還會讓人相約去出去食飯啊，去搞啊，去聊。唔過廿下唔會少，因為廿下當多啲屋都做得正行嘅發通來看一下，看屁子佢兩啥，因為天時變過後，佢兩啥嘅行程，我要乜嘅改變了。